再来看台中捷运今年5月发生列车弄跌吊管，造成死伤的意外，安全的措施和训练拢受到质疑。今麦台中市审计处阁指出，台中捷运的月台一挡着47块玻璃壁起，而且高架桥嘛有7粒壁开，要求台中捷运得要改善。 壁起的玻璃碎甲亲像蜘蛛网，台中捷运列线台庆站月台的玻璃墙，去年4月底熊熊壁起，不过这毋是个案。台中审计处最新的报告指出，中捷通车了后1年内有8个车站拢总发生47片强化玻璃壁起，另外有桥梁拢总9位所在出现品质恶化，消息者传出来引起议论。不管是玻璃常常会爆裂，那包括说桥梁有裂化的情况，其实这都凸显中捷相关检测的人员，专业的人员不足，会不会影响到通车的安全？真的都有必要要说清楚、讲明白。 中捷表示，强化玻璃碎片目前抑搁伫报告期，会遵守相关准则规范，确保工程的品质。但是桥梁检测是每2年委托专业顾问公司，采取甲中央同款的 DERU 评定法定期检测。目前看起来是红毛图表面纠起壁旁已经有做改善。 其中有9处属于 U等于2，也就是说，一般例行性的维护改善即可，多属混凝土表面干缩裂缝等态样。中捷公司已要求新建单位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纳入保护责任。那目前正办理改善作业中。你如果捷运公司本身要有这个检测的量能的话，事实上。 人事成本啊，一些其他的成本都不合算。你要去看看它的劣化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。如果劣化程度太高了，那就不可以，一定要想办法去追究，那甚至于去有补强之类的。中捷讲未来会增派人员考桥梁检测证照，强化检测的能量。不过学者讲，人事成本恐惊会大大增加，爱骗的预算委外就会使。桥梁劣化程度若是伤悬，袂使疏忽，应该随补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